仲諗住好似以前咁有商量出。今次大家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啦，因為啱啱公布嘅財政預算案入面，關於我哋一班老友記最關心嘅派糖措施，似乎同往年有啲唔同。好多街坊喺公園、茶樓都喺度議論紛紛，究竟係半糧定係全糧？幾時先至真係有錢入落戶口？今日我就同大家逐一拆解呢份預算案入面所有關於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傷殘津貼嘅最新資訊，入面涉及嘅金額同埋嗰個傳聞中嘅派發日期，我都會攞晒出嚟同大家慢慢傾。其實大家心入面最緊要嗰個問題，就係今年個荷包會進賬幾多？今年政府面對住咁大個財政赤字，好多人都擔心會斷糧或者縮水。根據最新公布嘅資料，今年政府係決定繼續維持發放額外津貼，但係就正如標題所講，係半糧，即係所謂嘅0.5個月。呢個消息一出，真係有人歡喜有人愁。點解咁講呢？因為對於好多基層長者嚟講，呢千幾2000蚊真係可以解決到好多燃眉之急。我哋首先睇下最受關注嘅長者生活津貼，即係大家口中成日講嘅大生果金或者長津。而家已經係合併咗之後嘅版本，唔再分高額定普通。如果你係符合資格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老友記，而家每個月領取緊嘅金額係4195蚊。咁今次預算案話派半糧，咁即係代表你會喺某一個月，除咗攞到原本嗰4195蚊之外，仲會額外攞到2097蚊5毫子，加埋一齊，嗰個月你嘅戶口就會有6292蚊5毫子入賬。呢個數目雖然話多唔多，但係買下餸、飲下茶，甚至換件新衫，都總算係一點心意。跟住落嚟就要講下生果金，即係高齡津貼。呢個係俾嗰啲已經夠咗70歲，但係可能因為資產超標或者唔想申報資產而無攞長津嘅老友記領取嘅。而家生果金嘅金額係1620蚊，如果係派半個月糧嘅話，額外嗰筆錢就係810蚊，加埋原本嗰份，你嗰個月會收到2430蚊。雖然800幾蚊買唔到啲乜嘢大嘢，但係老人家用嚟封利是俾孫，或者同老伴食餐好嘅，都係開心嘅。仲有就係傷殘津貼，呢部分都係包含喺今次派半糧嘅名單入面。如果你係領取緊普通傷殘津貼，每個月係2070蚊，半個月額外津貼就係1035蚊。如果你係領取緊高額傷殘津貼，每個月係4140蚊，半個月就係2070蚊。呢啲數字大家一定要記清楚，因為到時入賬嘅時候，你可以自己核對下個數啱唔啱。好多老友記就會問，咁究竟幾時先有得攞啊？係唔係聽日就有得攞？大家要明白，政府做嘢係有一套程序嘅。雖然財政司司長喺立法會讀咗份預算案，但係份預算案仲要經過立法會嘅審議同埋投票通過。通常呢個過程要搞2-3個月。根據過往嘅經驗，同埋我收到嘅風聲，呢筆額外嘅半糧最快都要去到2026年的5月尾或者6月頭先會正式發放，因為要等撥款條例草案3讀通過，然後社會福利署仲要花時間去調整電腦系統，先可以將啲錢準確無誤咁過落大家個戶口度。所以大家暫時唔使咁急住去打補住，等多1-2個月，等到5月嗰陣再留意下新聞，到時就真係差唔多啦。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問，點解今年唔係派雙糧而係半糧呢？其實呢個問題反映咗香港而家嘅經濟狀況。大家去行街、去街市都感受到物價係咁加，但係政府嘅庫房收入好似唔係幾理想，賣地收入減少咗，稅收又未必跟得上開支，所以政府喺呢方面係變得比較審慎。雖然話係半糧，但係喺咁艱難嘅財政環境下仲肯派，某程度上都算係咁啦。不過對於一班靠呢啲錢過日子嘅基層市民嚟講，由雙糧變半糧，心理上同實質生活上肯定會有落差。我喺屋村聽見啲婆婆講，以前雙糧可以買多2罐奶粉，換個電飯煲，而家得返半糧，真係要慳住使。講完金額同日期，我哋要深挖一下入面嘅資訊。大家要留意，呢筆額外津貼係一次過嘅性質，即係話唔係每個月加俾你，而係今年入面淨係得過一次，而且領取嘅資格係有準則嘅。通常係以預算案公布當日或者撥款通過嗰日，你必須係已經領取緊相關津貼嘅受助人先至有份。如果你係啱啱先申請或者準備申請，就要睇下你個申請批核嘅日期能唔能夠趕得上個截止線。另外，我一定要提醒各位老友記，關於長者生活津貼嘅資產限額問題。
好多人以為攞咗就一世，其實社署係會抽查嘅。喺2026年的今日，單身人士嘅資產限額係394000蚊，而夫婦兩個人加埋就係597000蚊。如果你戶口入面嘅錢加上你手頭上嘅股票、保險現金價值超過咗呢個數，你就要主動申報，唔係嘅話，到時社署查到，除咗要你退還領多咗嘅錢之外，仲可能會有法律責任。特別係今年政府話要加強打擊濫用福利，所以大家喺呢方面真係要清清楚楚。講返生果金，即係高齡津貼，呢個係唔需要入息同資產審查嘅，只要你足70歲就可以申請。好多老友記65歲開始攞長津，攞到70歲，如果發覺自己資產多咗，或者唔想煩申報手續，就會轉去攞生果金。雖然生果金少過長津一截，但係勝在自由自在。今次伴娘生果金嗰800幾蚊，雖然唔係大錢，但係對於好多中產長者嚟講，都係一種社會尊重嘅表現。我哋再嚟傾下點解社會上會有咁多討論。有人話政府唔應該喺長者福利度慳，寧願喺其他基建工程度減啲開支。亦有人話而家香港人口老化咁嚴重，如果年年都派雙糧，庫房真係會乾塘。呢種討論喺網上面同埋地區組織入面都好激烈。特別係今年，除咗伴娘之外，好似冇乜其他特別針對長者嘅驚喜措施，例如醫療券有冇加碼，長者牙科資助有冇擴大，呢啲都係大家關注嘅焦點。喺呢份預算案入面，雖然醫療券金額冇直接加落去每個人個戶口，但係政府就提到會優化基層醫療，鼓勵長者多啲去地區康健中心。但係講真，我哋老友記最實際嘅都係想醫療券可以由2000蚊加到3000蚊，或者可以用嚟買助聽器、換假牙。今次預算案喺呢方面似乎係保守咗少少。我仲想同大家講講領取津貼嘅一啲細節，尤其是關於離港限制。大家去旅行或者返鄉下住，一定要記住，喺一個付款年度入面，即係由4月1號到出年3月31號，你唔可以離開香港超過305日。如果你離港超過咗呢個日數，你嗰年嘅津貼就會被扣減。尤其係而家好多人中意返大灣區安老，雖然有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可以讓你喺內地攞香港嘅津貼，但係手續係要另外辦理嘅。如果你係領取緊普通長津或者生果金，但係又長住內地而無報備，一旦俾社署發現，佢哋會追返你嗰筆額外嘅伴娘假。講到呢度，我喺度幫大家計一計總賬。如果你係一個單身長者，領取長津，你一年嘅總收入就會係4195蚊乘以12個月，加埋額外嗰半個月2097蚊5毫子，總共係52437蚊5毫子，平均每個月係4369蚊左右。大家可以睇下喺香港今時今日嘅物價水平，4000幾蚊一個月，如果要交租、交水電煤，仲要買餸食飯，其實真係掹掹緊。所以我一直都建議老友記，除咗靠政府呢啲津貼之外，如果體力許可，或者後生嗰陣有啲積蓄，真係要好好規劃下。仲有一樣嘢大家可能忽略咗，就係關於綜援人士領取綜援嘅朋友，今次同樣係有半個月嘅額外津貼。綜援嘅計算方法比較複雜，因為佢係按家庭成員人數、租金津貼、長期個別補助金等等加埋一齊。今次派嘅半個月係指標準金額嘅半個月。簡單嚟講，如果你一個老人家領取緊綜援，個標準金額大約係4000幾蚊，咁你額外攞到嘅都會係2000幾蚊左右。其實每次財政預算案公布，大家最關心嘅都係派錢，但我個人覺得，除咗呢筆伴娘之外，我哋更應該關注政府對長者長期護理嘅承擔，例如安老院舍嘅宿位有冇增加，居家安老嘅支援夠唔夠。今次預算案雖然喺硬件上，即係派錢上縮咗水，但係政府話會撥款增加日間護理中心嘅名額，同埋改善院舍嘅設備。呢啲嘢雖然唔係直接入落你戶口，但係如果你有一日需要用到呢啲服務，呢啲先至係最救命嘅嘢。大家聽咗咁耐，可能仲係對嗰個派發日期念念不忘。我再重複多次，根據過往10幾年嘅慣例，預算案喺2月尾公布，立法會會喺4月進行激辯，5月初左右正式三讀通過撥款。撥款通過之後，社署電腦部就需要大約4至6個星期去處理發放程序，所以大家可以預期喺6月份嘅某一個星期五，你會發現你個銀行戶口突然多咗一筆錢。嗰筆錢通常會分開2次入，一次係你正常嗰份，另一次係標注住額外津貼或者 special allowance 之類嘅字眼。大家到時記得去銀行打簿或者用手機銀行睇清楚。
講開手機銀行，我都要提醒各位老友記，而家騙案真係好沙塵。每逢政府話要派錢，就會有啲衰人打電話嚟或者發短信俾你，話可以幫你申請呢筆伴娘，或者話你個戶口有問題，要你提供銀行密碼。大家記住，呢筆伴娘係自動轉賬嘅，只要你本身領取緊津貼，你就乜都唔使做，錢會自動入落你個戶口。政府唔會打電話問你攞密碼，亦都唔會要求你提供乜嘢驗證碼。如果有人咁樣問你，一定要即刻收線，或者問下屋企後生嘅，千祈唔好俾人呃咗你辛苦儲埋嘅棺材本。其實今年嘅預算案反映咗一個好現實嘅問題，香港嘅紅利期好似慢慢過去咗。以前財政儲備幾萬億，派雙糧、派三糧都唔手軟，而家得返幾千億，政府每時一分錢都好似攞咗佢命咁。對於我哋呢啲小市民嚟講，雖然伴娘好過無糧，但係心入面始終會覺得政府係唔係應該對長者更好啲？畢竟而家呢份繁榮係我哋呢一輩人後生嗰陣一磚一瓦砌出嚟嘅。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街坊嘅意見。前幾日我去大成街市，見到陳伯75歲，攞緊生果金。佢話800幾蚊，而去街市買斤菜都要20幾蚊，牛肉過100蚊一斤。呢800幾蚊，去2次酒樓飲茶都冇晒啦。呢句說話真係好反映現實，但係另一邊廂亦有啲老友記比較樂觀，好似張嬸咁話，有得派咪好咯，好過乜都冇。政府都話赤字啦，大家體諒下啦。其實無論你係陳伯定張嬸嘅諗法，我覺得最重要係我哋要識得點樣利用呢啲資訊去安排自己嘅生活。例如，既然知道6月會有呢筆錢入賬，如果你屋企有啲小型電器要換，或者想去做個簡單嘅身體檢查，你可以將呢個預算排落6月。又或者趁呢段時間了解下，除咗金錢津貼之外，仲有冇其他資助可以申請？例如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如果你住緊嗰間屋係自己嘅，又有啲殘舊，政府其實有成8萬蚊嘅資助㗎，呢啲先至係大堂。我哋再深入探討下生果金同長津嘅未來走勢。隨着香港人越來越長壽，政府嘅負擔真係越來越重。喺2026年的今日，每4個香港人入面就有1個係長者。大家可以想象下，再過10年、20年，個比例會去到幾誇張。所以政府而家將雙糧變伴娘，其實係一個好強烈嘅信號，話俾大家聽，未來嘅社會福利政策可能會趨向更加精準扶貧，即係話，如果你本身有啲錢，政府可能會慢慢減少對你嘅資助，將啲錢留返俾最窮嗰班人。呢個雖然係大趨勢，但我哋作為受影響嘅一群，一定要時刻留意住政策嘅變動，唔好等到被取消咗資格先至知。另外，大家一定要留意長者生活津貼嘅資產計算方法。好多老友記會問，我自住嗰層樓計唔計入資產？答案係唔計嘅。只要你層樓係用嚟自住，無論佢升到1000萬定2000萬，都唔會影響你攞長津。但係如果你有第2層樓，或者嗰層樓係租俾人嘅，咁就要計埋入資產啦。仲有保險公司嗰啲有紅利嘅保單，佢嘅現金價值係要計入資產嘅。好多老友以前幫仔女買落保險，或者自己買咗份儲蓄保，唔記得咗報，結果被社署當成資產超標，呢點一定要小心。再講返今次預算案入面嘅伴娘安排，其實除咗長者之外，攞領取在職家庭津貼嘅基層家庭都有伴娘。呢個安排其實係想平衡社會各階層嘅利益。雖然我哋老友記覺得自己好需要錢，但係啲後生嘅基層家庭又要養仔又要交租，生活壓力都好大。政府咁樣分配，雖然每個人分得少咗，但係覆蓋面廣咗。講到呢度，我諗大家對今年嘅預算案福利資訊已經有個好清楚嘅輪廓。總結一下，第一，今年係派半個月額外津貼，唔係1個月。第二，長津大約攞2000幾蚊額外錢，生果金大約800幾蚊。第三，發放日期預計喺2026年的5月尾或者6月。第四，大家一定要小心騙案，唔好隨便俾人知你嘅銀行資料。我想同大家講，錢雖然重要，但係身體健康先至係最大嘅財富。呢筆伴娘，大家攞到之後，記得對自己好啲，去食餐好嘅，或者買件保暖嘅衫，保持心情開朗。我哋呢啲經歷過香港高低起伏嘅人，乜嘢風浪未見過？當年沙士金融風暴我哋都捱得過，而家區區一個財政赤字，派伴娘，我哋一樣可以生活得好精彩。大家對於今次預算案派伴娘有乜嘢睇法？
係覺得政府太孤寒，定係覺得喺赤字之下已經做得唔錯？你攞到呢筆錢之後，最想做嘅第一件事係乜嘢？歡迎大家喺茶餘飯後同街坊老友一齊傾下。其實討論呢啲話題，除咗可以掌握資訊之外，仲係一種好好嘅社交活動，可以防老年痴呆㗎。我再補充少少資訊，係關於長者生活津貼嘅申請流程，因為可能仲有老友記未攞，或者啱啱過咗65歲。申請長津，你可以親身去屋企附近嘅社會保障辦事處，或者喺網上下載表格寄過去。而家手續已經簡化咗好多。如果你本身領取緊生果金而又想轉攞長津，只要你符合資產限額，手續係非常快嘅。今次預算案嘅半糧，只要你喺撥款通過嗰日之前批咗個申請，你就有份攞。所以如果你夠歲數又符合資格，但係仲未申請，就要快手啦，唔好錯過呢次派糖嘅機會。最後，我想同大家講講關於生果金嘅一個冷知識。點解叫生果金？其實正式名稱係高齡津貼，係當年政府想表達對長者嘅一點尊重，等大家有錢買下生果食。以前生果金係分普通同高額，65至69歲領取係要審查嘅，但係自從長者生活津貼出現之後，65歲至69歲嗰部分已經被長津取代咗。而家嘅生果金純粹係俾70歲或以上唔想申報資產嘅老人家。所以如果你已經70歲，資產又超過咗394000蚊，咁你唯一可以領取嘅就係生果金。雖然今次半糧只係得800幾蚊，但係呢份係政府對你貢獻社會多年嘅一份敬意，大家記得要去攞。隨着時間一分一秒過去，2026年的春天亦都慢慢嚟到。雖然預算案嘅數字係冰冷嘅，但係我哋人與人之間嘅關懷係暖嘅。我會繼續為大家留意住政府嘅最新政策，無論係派錢、醫療定係房屋，只要同老友記有關嘅，我都會第一時間話俾大家知。大家記得多啲留意新聞，保持通訊。講咗咁耐，我諗大家都聽得好詳細啦。記得將呢啲資訊話俾身邊唔識睇報紙或者唔識上網嘅老友記聽，幫佢哋計下數，等佢哋個心都定啲。尤其係嗰啲獨居嘅老人家，佢哋可能仲擔心緊幾時有錢買米。你一句話，一個資訊，對佢哋嚟講可能係好大嘅安慰。喺結束之前，我再叮囑大家一句，雖然有半糧出係開心事，但係大家都要量入為出。香港嘅未來雖然充滿挑戰，但係只要我哋呢班老友記身體健康，互相扶持，日子一定會越過越好。今次講住咁多先，關於預算案嘅其他細節，例如醫療券或者長者牙科資助，我下次再同大家詳細拆解。祝各位老友記身體健康，每日都開開心心，等緊6月嗰筆額外津貼入賬嘅時候，大家一齊去飲多2餐茶。如果你對以上提到嘅金額，好似長者生活津貼個4195蚊，或者生果金個1620蚊，仲有任何唔明嘅地方，或者你想知點樣計自己嗰份，隨時可以揾人幫手睇下份報紙，或者去社署問下。記住，資訊就是力量，我哋老人家都要做個精明嘅消費者同市民。最後，大家可以再核對一下，長者生活津貼長津每個月4195蚊，半糧額外派2097蚊5毫子；高齡津貼生果金每個月1620蚊，半糧額外派810蚊；普通傷殘津貼每個月2070蚊，半糧額外派1035蚊；高額傷殘津貼每個月4140蚊，半糧額外派2070蚊。預計日期：2026年5月至6月。